有關預設醫療指示嘅法例已經生效，我認為呢個措施意義重大，令到病人可以為自己嘅維持生命治療做自主嘅選擇，可以安詳而有尊嚴咁完成人生最後嘅旅程。等我同大家講下呢個措施嘅重點。第一，病人自主決定可以隨時更新。預設醫療指示係俾人喺有決策能力時預先決定，如果將來有末期嘅癌症啦，變成植物人，以及有唔可以逆轉嘅疾病時係咪接受維持生命嘅治療？例如做唔做心肺復甦、唔插喉、唔輸血等。做預設醫療指示會按照慎入易出嘅原則，訂立時必須係充分知情，要有包括醫生在內嘅見證人等。即使訂立咗指示，納約人只要精神健全，亦都可以隨時更改或者撤銷指示。第二，為醫護人員提供法律保障。除咗保障晚期病人，法例亦都保障醫護人員同埋施救者嘅權益。例如，當醫護唔知道病人已經簽署有關指示，而對病人做咗維持生命嘅治療，或者真誠而合理地相信病人係持有有效同埋適用嘅指示因而冇對病人做維持生命嘅治療都可以免除相關嘅法律責任。第三，與家人做好溝通。條例重點係尊重患者嘅意願，但係屋企人對治療方案同埋決定意見不盡相同，甚至出現病人臨終前家人因為唔同意而出現爭拗，難為咗醫護。我認為大家都要同屋企人多啲溝通，做好生命嘅對話，清晰同家人表達意願，等佢哋明白簽署指示唔等於放棄所有嘅治療，而係尊重返患者嘅選擇。生老病死係人生必經嘅課題，我認為呢個措施要多啲宣傳，等公眾更加明白預設醫療指示嘅核心係病人可以自主醫療決策，減低臨終時面對嘅痛苦。請大家留言啦、讚好啦、轉發同埋分享，多謝各位。